给我只有4天或者3天时间，在时间上面是有很大的压力的。黄浩最近做了一个决定，他向总制片提出暂时卸任执行导演的职位。就是特别是现在有小孩了之后，我发现很多事情不是说就不那么简单了。实际上，其实也一直以来我也把项目当自己亲儿子来看，但是作为一个生理上的一个真正的一个父亲来说的话，就觉得需要做一个选择，想在工作跟生活之间找一个平衡吧。如果我真正足够强大到可以很好的把这一切都能控制住，那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这太难了。我回想我在118开店最快乐的日子，就是我在118开店第1年的事情，就是做一个动画师，然后做镜头。在创作中，焦虑、迷茫、自我怀疑会伴随创作者们一直走下去，而这些情绪也并不能阻止时间继续流逝。他们能做的，只有不断在压力中调整自己，继续努力，曙光便会在那份努力之后悄然来临。在赵老师的带领下，分镜团队的工作有序地进行着。可能很多人他还是需要有这么一个憋的一个过程，然后再做一些个分发。打心底里说，也蛮希望自己有一些经验，能够让同行们吸取到，让这个事情变得更加顺利。我喜欢跟年轻人打交道，我现在50岁，我还在不断的吸收，就可以一直的发展。袁梦琪最近有一个好消息，城主大厅的场景设计图终于完成了。蔡师傅说，你要把自己带入角色，就是如果你处在这个位置上面，你会想要什么样的住所？整个空间构架是我设计的，但是里面这些细节都是同事做的。比较满意就是以前我可能不会从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场景把它的元素提取出来，这一张可能稍微学会了一点。你可以看到那个参考图，废弃了的别墅就借鉴了那个空间，把前面那堵墙给挖空了，透光进来，因为毕竟是最高领导人嘛。然后我想可能会把我打回来的战利品摆在家里，所以我就想到了放2个怪兽。后来在正片中，这2个怪兽换成了热带鱼，因为我自己当时对后期的制作不是很了解，所以后来这幅画之后，每次不仅仅只考虑视觉上的东西，还会考虑一下实际制作的那种问题。